后来这个5日节特别高咯，讲今年这个肉粽一粒会贵5块到10块，因为为这个粽鸭开始到粽虾到白粽的锁啊，起价拢起大约2成。若较大粒的这个鸭较多，一粒恐惊会超过100块，这拢比一粒便当较贵咯。 肉粽店每一早开始，为着消化订单，无用甲手拢唔敢停。猪肉涨了4成啊，咸蛋大概1-2成左右，就薄利多销，就去年涨过了，今年想说就是先能撑就撑了。因为去年已经起一半呀，今年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回归消费者。卖了50几串，卖不够嘛？卖不够，真的。 我卖完收摊啊，很多人来问，还想来买。准备50多罐的肉粽来市场摆摊，加一款时间就剩无偌济。肉粽节要到话，未少人拢开始订。要毋过即摆肉粽的成本总无起价，只好反映伫咧计数顶面，为计数拢得要含一个便当差不多。有40块的，有30，也有70。 对啊，我们包干贝的就卖135这样子。今年多涨5块钱。因为东西都真的蛮贵的，咸鸭蛋也涨，啊饲料，然后什么粽叶啊，那个都涨。看来，物件哪较济料就较贵啦。规粒肉粽为内底鸭料到外层的粽虾甲锁啊，全部起价。以南部来讲，平均的价销是50块左右。若是想要食较澎湃鸭料，一粒甚至爱破百。咱嘛实际行一撮3凤中街来看卖原物料。饲料起的我无共起，喺外口拢卖到10块半、11块嘛有。也不会差很多啦，还可以啦。像去年那个咸蛋一个不是7块吗？今年就9块了。原物料逐项拢起一点点啊，不过这一丝丝啦加起来计数嘛无俗，对消费者的钱包啊来讲，更加是一种负担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